在消费馆，先来看演艺界Me Too 的风波。这个艺人黄子佼黄子佼，因为持有尚无有7支儿童少年的性影片进行认罪，得到呢原起诉，引起外界质疑。北检也就是呢士林地检署台北地法院拢伫调查案件有改变，今仔日呢被依照涉犯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等等罪嫌起诉。另外，艺人诺诺和7名被害人提告妨害性自主事件伫今仔日呢，这个其中6个人的案件嘛有加起诉，诺诺被认定犯着强制性交、强制性交未遂罪以及强制猥亵罪，总共7项犯罪事实。日前，黄子佼洪超着甲创意书房非法论坛被正百支私密影像，其中7支离小性影片，因为认罪，进前反起诉2年，引起争论。北检继续介侦查，今仔日洪依法起诉。那牵连到Me Too的风波，黄子佼佮洪超着伊持有离小性影片，检察官原本考虑到伊无前科，佮主管将扣案有CTB 硬碟交予北检消掉，得到反起诉。不过如今案件大回转，洪依照儿童和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定罪改起诉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吸毒、嗑药这件事情，我也一直过不去。那去年伊伫咧直播指控大小 S 涉嫌犯毒品罪，马洪定查无非法签结。还是否认有性骚陷阱的事情吗？那同款甲人乌白来艺人诺诺涉嫌的性侵案件事件侦办了后，嘛伫咧同一天起诉。诺诺伫咧去年扣真侪小姐指控妨害性自主，拢总10件。台北地检署因为最近报告，其中3件无起诉。另外有7个小姐提告转由士林地检署侦办，其中2个人的案件，检方以7项犯罪事实改起诉。且对众多被害人身心危害致具。犯罪后态度未见悔意等情状，请法院从重量刑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打电话给诺诺，伊电话拢无接。演艺界性骚扰风波是一件接一件，敢若望司法会当还有受害者一个公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